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其中规划讲新住民发展署呢要来设立，不过今晚呢连钱影都无，所以南北的立委呢都呼吁政府莫搁拖。不过有一个问题，新住民基本法敢有包括中国？中国的新住民是用倒一种法律？另外立委就认为讲，这要先讨论清楚。从去年7月18号说要成立筹备处。 到现在已经6月了，还没有成立筹备处。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不过到今也未成立新住民发展署，这让在野党的立委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中央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想请教我们新住民发展署的地点，台北跟新北我们都有在考虑几个点，所以还没有完全确定，都还没确定。 国民党立委是希望政府爱提出明确的规划，设立地点、预算和人员，拢爱赶紧安排，莫搁拖。也那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要设进前，政府应该爱先分析清楚，中国的新住民未来是要交予新住民发展署，用新住民基本法来做处理，也是继续用陆委会两岸关系条例。中国的新住民来到台湾了，有新住民身份，唔免找这个署啊。 那嘛是搁找恁陆委会交这个海基会对吧？都是一起合作的、恁讨论过无？我召开小组的部分也有请陆委会来给我们一些意见。还有分工了没？我们还在讨论。拜四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新住民发展署组织法草案进行讨论。新住民基本法伫咧去年就已经通过啊。未来当时要设立新住民发展署，要安怎照顾新住民，也搁咧安排讨论。针对在野党批评内政部慢吞吞，内政部表示已经开过这届会期，会赶紧安排，赶紧提出具体的规划，互外界有一个交代。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